係香港最著名嘅地標之一，大家知唔知道佢嘅前身係乜嘢咧？冇錯，就係利舞台戲院啦。佢曾經係演唱會同埋粵劇嘅熱門表演場地。73年嘅第一屆香港小姐咧，就喺呢度舉行㗎啦。而呢幾張相咧，就喺70至90年代嗰時候拍攝嘅，唔知又會唔會勾起大家一啲回憶咧？一個大型集體運輸系統嘅出現，唔單止縮短咗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亦為完善各區帶嚟嶄新面貌。為咗保留大家嘅集體回憶，見證香港嘅蛻變，港鐵特別邀請社區人士以及攝影愛好者，提供佢哋珍藏嘅懷舊照片俾大家欣賞。想回顧香港昔日景緻，而家可以喺車站度一邊等車一邊細意欣賞。喺呢啲舊照片入面，你可能會追溯到一啲到而家都仍然存在嘅舊有足跡。因為攝影喺當年嚟計咧，係比較貴族式嘅一個活動嚟嘅，咁唔容易有攝影呢一樣嘢，即係好貴啦，即係曬相啊、買菲林啊都好貴嘅，咁所以嗰陣時嘅年代咧，即係能夠咧將佢記錄咗落嚟咧，今日而家擺到俾人哋睇到嘅話咧，即係覺得呢個咧個價值就係非常之高啦，即係話我自己當陣時咁辛苦影嘅相，可以擺到出嚟俾人欣賞得到，呢個咧就係美好回憶。俾到嗰啲年紀大嘅，即係當年好似我60年代影啊，佢之前嗰啲年紀大嗰啲咧，就一個好好嘅回憶啊！咁啊，好似時光隧道咁樣啊！咁啊，同我嗰輩嗰啲人咧，亦都係啊，原來當年咧真實情景就重現。咁而俾到後生嘅一輩嘅人咧，佢知道當日嘅情景，嗰啲環境咧，就當時嘅環境咧，就同香港同今日咧就差好遠好遠啦。咁啊，亦都會俾到佢哋咧，就知道前人嘅努力，就唔係話一朝一夕得到嚟嘅，啊，幸福亦都唔係話一朝一夕得到嚟嘅，亦都唔係隨時可以得到嘅。我相信咧，就會要令到佢哋會覺得，即係嗰個歸屬感啊，同埋佢哋更加會努力咯，有更好嘅一種歸屬感俾到啲後生嘅人啦。雖然話凡事應該向前看，但係偶然間，當你默然回首，一張張褪色嘅黑白照片，一個個流金歲月，可能會帶俾你一股難以言傳嘅熟悉感，因為佢哋就係香港成功背後嘅印記。有人話香港喺推動藝術發展方面嘅力度唔係好夠，尤其是對於一啲新進嘅藝術家嚟講，佢哋展示藝術作品嘅平台不足，亦都有可能會減慢佢哋嘅發展。喺位於港鐵中環站 J 出口嘅藝術館度咧，就提供咗一個理想嘅展覽平台。喺呢度展出嘅作品咧，係嚟自一班新進嘅藝術創作者啦、設計師同埋從事創作工作嘅傑出人士。咁自2003年開幕到而家咧，呢度咧都舉辦過好多視覺藝術展嘅，咁展示出各類平面啦同埋立體嘅藝術作品嘅。喺呢度，大家好似置身喺一個城市藝廊一樣，透過各類展品走入一班藝術家創意無限嘅世界，了解佢哋喺創作背後嘅動機，以及感受一下佢哋為自己理想打拼嘅一番努力。設立藝術館度咧，有啲咩意義咧？好似藝術館度呢一個平台嘅成立咧，其實就係想將藝術同文化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同埋容易嘅方法去將藝術帶入去市民嘅日常生活裏面啊，咁從而亦都係可以提供到多一個嘅展示平台俾本地嘅藝術家作一個選擇。咁用呢種方法去展示藝術作品咧，有啲咩好處啊？咁通常大家一講到藝術品咧，通常都會大家都聯想到喺博物館啊、畫廊啊咁呢啲地方先見得到嘅。咁係我哋用呢一個方式去展示藝術品咧，其實個好處咧就係可以令到我哋嘅乘客同埋市民咧有更加多嘅機會去接觸到藝術同文化。至於本港著名嘅藝術家，佢哋嘅作品就會喺港鐵畫廊展出，
現時喺港島線13個車站裏邊就展出咗14幅本港知名藝術家創作嘅繪畫複製品，而每幅畫作都係以本地生活同埋文化作為題材。喺人來人往嘅車站，只要你有細心留意，就唔難揾到呢啲藝術品嘅存在。透過細膩嘅筆觸、尋常嘅生活及景象得以升華。大自然嘅景色、天馬行空嘅意境，藝術家擅長捕捉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嘅一事一物。下次經過呢啲畫作嘅時候，大家不妨停步欣賞一下。除咗藝術家之外咧，學生同埋非牟利團體嘅創作，亦都有展示佢哋作品嘅平台。喺2000年2月，連接住藍田嘅2條行人天橋，港鐵咧設立第一個社區畫廊，專門展出咧就係學生啦同埋區內一啲非牟利團體嘅藝術作品。以後當大家經過嘅時候，不妨咧行慢少少欣賞下。對於一班學生嚟講，自己嘅作品能夠貼堂係一份光榮，而能夠喺一個人流咁密集嘅通道兩旁展示，內心就更加喜悅。正因為咁，首個社區畫廊出現之後就大受歡迎。而家已經有50多個車站設有社區畫廊，等大家嘅優異作品可以公諸同好。而呢一個畫廊亦都成為社區入邊一個展示藝術作品嘅熱門渠道。除此之外，港鐵沿線各站亦會舉辦一啲短期嘅藝術展覽，名為藝術之旅。透過藝術團體又或者機構嘅邀請，令城市中嘅藝術作品有更多平台得以展示。藝術之旅咧屬於短期嘅藝術展覽，而展品咧就會作定期嘅更替，等啲乘客可以欣賞到唔同類型嘅藝術作品，而當中有啲作品啊仲好有心思，好有意義添。喺呢一個展覽入邊，13件設計新穎嘅服裝，全部都係由鄰舍輔導會智靈專上學院一班特殊學生所設計。透過呢一個展覽，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喺設計服裝方面嘅才華。每一件衫其實都係有一份濃濃嘅心意。希望讓我哋班弱能人士咧，佢能夠透過製作一啲服裝嘅過程裏面咧，佢除咗係學習一啲嘅設計啊、剪裁嘅技能之外咧，佢能夠將佢嘅愛心係擺放喺嗰個設計裏面咧，送俾佢一啲心愛嘅家人啊或者朋友咁樣樣。所以呢啲作品就係佢哋即係呢個計劃裏面咧出嚟嘅優秀作品嚟嘅。呢批服裝由設計以至車縫都由佢哋一手包辦，欣賞佢哋嘅作品，我哋真正感受到呢班同學喺設計方面嘅一番誠意以及努力。家長話俾我聽，佢哋嘅自信心大大提升嚇。點解咧？因為係佢哋嚟講，佢哋冇諗過咧，佢哋嘅作品可以俾人欣賞嚇，已經俾人挑選咗作為一個優秀作品係展示出嚟。咁所以佢哋非常非常開心。甚至乎咧，我知有啲學生有時嚟到咧，我聽同事講翻俾我聽，佢哋話俾人聽，我做㗎。咁樣，咁所以其實睇到佢嘅自信心啦，嚇，同埋嗰個人嘅形象咧，嗰個價值咧係提升咗嘅。即係唔會咁匆匆忙忙咁過咗就算咯，就起碼有啲嘢可以睇下咁，唔會就出閘咁就算咗過咗去。對於每日數以百萬計嘅乘客嚟講，藝術嘅展出令到車站有更強嘅凝聚力，同時亦都令到機械式嘅快速步伐減慢落嚟。所以如果可以喺呢一度加上一場藝術表演嘅話，就一定令到大家更加流連忘返啦。喺外國好流行街頭藝術表演，既可以吸引到遊客，又可以咧俾藝術工作者一個同觀眾近距離接觸嘅機會。咁而香港站呢度就會變成一個理想嘅藝術表演場地，逢星期五黃昏6點至到6點9就會變成一個舞台，為乘客洗滌經過一日勞累嘅心靈。每星期來自4面8方嘅觀眾準時嚟到香港站中環行人隧道呢度，欣賞專業藝術家同業餘藝術表演者嘅演出。隨住音樂，舞者翩翩起舞，將平日人來人往嘅車站變身舞台。呢個可以話係車站藝術表演嘅一大特色。係可以輕鬆啲，同埋有陣時佢今次譬如係跳舞咧，有陣時係啲小朋友表演啊，或者唔同樂器咁，都係有啲新鮮感喺度。好似呢一日，幾位拉丁舞表演者獲邀嚟到呢一度表演。喺放工時間，大家都歸心似箭。不過，表演者優雅嘅舞姿，深深吸引住大家嘅步伐。輕快嘅節拍，加上配合得天衣無縫嘅舞步，聚焦住每位觀眾嘅視線。無論係欣賞者或者係表演者，大家都顯得非常投入。同時亦都令到步伐急促嘅都市人停落嚟感受同埋欣賞一下。香港其實係一個充滿藝術色彩嘅城市。以前我哋嗰啲係咪大部分都識跳舞㗎啦，或者知道，但呢度啲觀眾可能佢未見過或者冇乜認識嘅，
咁可以推介俾佢哋咯。當佢哋路經嘅時候咧，咁我希望用我哋嘅音樂啦，用我哋嘅誠意啦，用我哋嘅舞蹈啦，用我哋嘅身體語言去感染佢哋啦。以前好多人都話香港係文化沙漠，如果多啲嘅藝術家能夠得到大機構嘅支持同埋鼓勵，咁香港就會變成一個藝術綠洲。冇錯，不過咧，除咗藝術需要大家支持之外咧，環保都需要大家支持同埋配合嘅。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去睇下大企業點樣喺經營業務嘅同時，亦都利用各種方法去推動環保。跟住嚟講嘅係東張西望。